太君唔肯答应我游元昭去九龙国处药，这我会比我一天一天的叮当，那这是要安怎就好？殿下，小人怀疑佘太君唔肯接旨，是受到8000岁的暗示。胡说！这边有可能，我的父王是北皇帝亲戚夫。殿下，昔日8000岁无缘无故大发雷霆，你可知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8000岁不满殿下你。我也无做什么唔对，是安怎会对我不满？殿下，请使小人斗胆来讲一句话：日后皇上若是归天的事，这个江山由何人来登基呢？父王既然我为东宫太子，当然将来是由我来登基。殿下，你唔通袂记啊！当年老王加兵的时阵，8000岁还阁细汉，所以这个江山才由皇上来执掌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北皇帝是要甲争夺皇位？无毋对，皇上归天的事，8000岁一定会邀请着朝中元老功臣据理力争，所以伊暗示佘太君唔互游元昭接旨，就是故意将伊留点京中啊。其实我是毋是会当做皇帝，我根本都无要紧。我所担心的只是父王的病。殿下，这你可以放心。游元昭这个人，我非常了解。虽然8000岁有私心，伊为着要表示伊对国家的尽忠、杨家将的忠心，一定会领旨到九龙国去处药。什么？是我。遮尔暗啊，你来遮是有啥物代志是？我有一件代志要求王爷，请你成全。有代志坐才搁讲。舅爷，目前并有在你的掌中，我想要向你借1万的银马，并讨求军营搁宝剑，唔知王爷你肯答应无？是要做啥物用途呢？回去九龙国，为要解救皇上的性命，无论如何，我就要赶到九龙国，取7条灵芝茱萸果，求王爷切莫拒绝。这，莫非你瞒骗灵动，偷偷来记？是，为顾全就君臣之义，我愿你冒一个不孝的罪名，不顾利弊。这，王爷，你唔肯答应吗？毋是讲我毋肯答应，迄一日老太君毋肯接圣旨，我甲北龙兄详细甲伊收起来，老太君也并无毋对，金沙滩一战，只剩下燕昭你一个人。唉，我实在不忍心，搁再互你去冒险。王爷提起金沙滩，更加上座无阻人啊！阮父兄死地来太凄惨，只为消灭国家。如今皇上啊，必定中燕昭怎能不尽忠的？贪生怕死保性命，愧对救全将的父兄。燕昭，
你满文真中啊，为当朝也如今只留伊个朱阿苗。忠臣之后应官照，岂可再受风飘摇？这个九龙国中哦，良友处必然安利会行事的。也万一若失败，做不顺，我如何面对迄个老太君？你，王爷，实事这件代志，万一若是为着辽兵来发现你的行踪，你若有出什么差错，不但我来对不起老太君，而且连玉松伊也会卖怨我。兄王，我袂卖怨你。松，你是当时等下呢？我是金庄援招来啊。你，六郎，我看你3更半暝偷偷行出天宝府，我着猜讲你一定是来遮甲阮兄王招兵，要去九龙国取药。玉松，你是真聪明，像你这么才贤德、明道理的人，一定你袂阻挡我去，对毋对？你毋免放心我，我不但袂阻止互你去，而且要等你离开了后，负起安慰宝宝的责任。哎呀，我这好贤妻，兄王，哎呀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若是讲毋答应，敢是连我变成一个不忠不义的人呢？兄王既然知影，你着赶紧将军令宝剑交互援招啊！好。多谢王爷。伊5更的时分，带领1万的人马出城，到我大山的九龙国去啊！哈，九妹，你哪会知影？是守城的李将军派人来报信的啊！是李昌，伊是灵光在死心腹的部将，伊应该爱知影咱杨家的规矩啊！我并无下令，哪会用放伊出城呢？阿娘，你嘛袂去怪李将军啊！伊就是惊担当袂起，才会派人来报信。听讲6个军令宝剑，搁再讲，伊是为着公事防止出城，什么人敢阻止伊咧？哈，因照这个特性，伊哪有法度摕到军令甲宝剑？不不，啥事做？军令宝剑还阁有1万的兵马，是阮兄王招伊的。哈？因为昨暗6郎半暝去茶王遐，我嘛偷偷缀伊去。你为什么无甲伊阻止？师父不但无阻止，我还阁帮忙6郎，叫阮大哥都爱答应招兵。大胆！夫妇，越做为不尊武名，不顾利变。你若是一个贤德的家后，你应该就甲伊阻止才对啊！你为什么要搁帮忙伊呢？宝宝，你请听小阮所愿留，燕朝中用心报兴，皇上有困难，伊怎请啊不求？地主公
你伫咧讲，也是有理。也毋过，虽然皇上有难，神是应该爱救，可是父子连心，我是担心燕娇伊啊。唉，人已经去到九龙国啊，佮讲有甚物路用呢？爬起来，下宝宝。哎呀，老嫂，老嫂，你先玉松，你是怎啊样心？婆婆，无要紧啦。这两天可能是天气伤热，我常常感觉头壳戆戆，佮强要吐。小等一下就会好，请婆婆免担心。哦，小等下。喜美已现，玉松，你已经有喜呀！老嫂，我伫做好呢。娇女啊，你着赶紧平平安安倒转来。你的家后已经是心怀心意了，紧转来去，通我来咱的祖宗的祠堂烧香。因为照去九龙国，只是谢天谢地，我的庇有救咯。唉，皇上编入国风，就是因为鸟会当将7号灵芝甲朱二果取倒转，恐怕回天乏术。王卿，你晓得咱免有早讲，你若早讲，万一让玉燕照去九龙国涉险。哼！殿下啥事罪？小人无及早说明，也是为殿下效忠啊。因为调开杨元昭是拆散着8000岁的势力啊，封闭杨家将，将来来帮忙8000岁，甲你争夺地位。哎，你真是多疑！我早就讲过，我无愿意甲八皇帝争，就是将来若是要做皇帝，我就是立位嘛是无妨。我再讲，你调开杨元昭，哪有甚物路用？等你若是倒转来，毋是共款会当帮助八皇帝？是是，若毋是看在你忠心的份上，我就无聊。退下。遵命。杨元昭，你若真作无死，也会亲像失踪的杨家将、过龙、五龙、四龙迄一样，永远无法度倒转啊！红老话搁天飘渺，心如流水随风飘，泪珠流尽手多少，朝梦照耀万里桥。四哥啊，四哥，代志唔好咯。什么代志？听讲六哥已经带了1万个兵马，共我台山来。啊？伊是来做什么的？这叫做天堂有路伊唔去，地到无门伊自来到。哼，葫芦图。先生，你问有清楚无？杨元昭伊才是带1万个人马。禀太后，王金小边防首长的批信讲得清楚，绝对是袂唔对。也若安尼，杨元昭伊来五台山目的是啥物呢？回禀太后，王金的批信
又搁讲上朝的方向得到不治之症，所以必须要用到九龙国的七窍灵芝，搁着处理好才当医好。哦，原来杨元昭是要来取药的。是啊。伊敢想过要点点啊来，再点点啊走。伊想袂到讲，伊人袂到，消息竟然会传到哀家的耳中啊！母后，医生这几工内拢有伫咧操练兵马，咱能趁这个机会抓杨元昭，咱能攻打中原，夺取宋朝的江山呐。好，哀家就命你为帅，带领5万的大军，擒掠杨元昭。立时遵旨。驸马，你的意思是爱查家去求武侯挂帅出兵？是啊，公主，你捌甲我讲过，你的伤就是予杨元昭甲你刺伤的，你应该趁这个机会挂帅，本宫才为做你的马前先锋，咱同齐来去抢拿杨元昭啊！驸马，自从金沙滩大败杨家将了后，兵权就一直由铁行伫咧接掌，而且查家已经要2个月新姻啊。所以我毋才想讲，应该予铁行出兵，这是应该啊。公主啊，要掠杨家将，这毋是小可的代志，应该由公主你出马毋才对啊。驸马，我甲铁行是同胞的姐妹，阮2个人何必就去计较这咧？公主啊，我要来去甲萧国夫探病，若有代志，你听候我若倒转来，咱阿某才过来讲。公主啊，你甲既然无要去九龙国，那安尼是毋是予我拜托，赵母后，互我甲铁镜会当即占税权，来去擒捉的杨元昭？驸马，莫非你想要入宫？我劝你毋免心急，听候咱的大军若是攻打中原了后，自然你就有入宫的机会。所以我才想讲，这摆也是予铁行去好嘛。公主，这一摆我若无去九龙国，绝对袂用的。念在夫妻之情。叫公主你成全。驸马，紧起来！驸马，你若无答应我，我绝对唔起来。你如此的坚持哦，是为何？莫非的你想阮咱的骄傲？心意的公主，你全猜错，铁行东去啊，要做领导。我明你的所说，讲上真，你用情对因，为何讲出来实情，你无怨恨，只为要解救杨的大人。什么啊？你想要救杨元昭？是。驸马，这件代志若是去互武侯知影，你咱2人就免想要活命。就算讲你有做过杨家将的部属，
也不应该讲冒这么大的危险，这我才唔答应。公主，我唔是杨家将的部属，我是你是安怎？讲啊，讲啊！杨延昭是我的六弟，我就是四龙燕飞。